由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负责规划甲执行的育诊自主型登记照护机构，总经费大约4.5亿，中央补助4亿3，地方自筹4.2%，预计兴建地上3楼，大约200床。对此，立委郭国文上午透过立法院财政委员会邀集相关的单位会勘，一方面了解执行的状况，另外嘛希望争取设立联合门诊的可行性。在这一块基地里面规划的位置，事实上是要建3层。然后它的楼地板面积是6475，那它预计会规划200床的床位，那这些经费大部分是由长照师补助这样，但是自筹的费用现在是4.2了哈，相对于所有的补助里面哈，事实上台南医院是负担相对的比较高的一家医院啦哈。加设起来的这个建坪的话，大概是6000坪3000嘛，所以你到底有没有这个保留这个空间跟可能性哈？我想还是要请院方这边规划，在新办计划当中保留一下，保留一下。那保留一下这个分院可能性，就可以突破那个联合门诊的状况，因为毕竟卫生所这边的相关的空间跟资源跟配备，然后弄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医疗资源区哈，恐怕还是相对有限的。所以说我这边要请执行长费心一下，费心一下。台南医院盘点一下我们这边的人力，然后再跟局里面在细部来谈，就是下一步的医疗的刚刚讲的清单啦，然后这边我们很快就可以希望能够促成第二个就是说，刚刚那个经费当然有一部分是我们长照基金的钱，我们会跟长照师这边再来讨论一下这个部分。那当然，刚刚还有一个说你们原本在第一期在预警这个室内的那个部分，我们也是一并要来检讨这个部分。那至于健保署跟那个基层医疗这个总额的这一块，我们再跟健保署也来研议啦哈。该计划伫今年9月核定，位置就伫台20线的边啊，占地大约1公顷，上计明年动工。预计伫民国116年第3季会完工启用。至于联合门诊的部分，会长嘛达成共识，将由卫生局加台南病院来研商，希望将育诊分院会用的纳入可行性的评估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